弟兄们，给我着火的，上！追！弟兄们，给我上！是。小子，有两下子，什么废话？快闪开！还有什么招？有什么招都给爷我使出来！你什么当的？闲事少管。对不住，这事我管定了。你吃了豹子胆了，我会杀了你。我相信你会杀了我，但是在你杀了我之前，头一个送你的一定是你。哼！你敢开枪？叫你的人走开。不！按他说的做，撤！撤！等等。小子，我记着。你为什么要救我？什么？你为什么要救我？有些事情是不需要原因的。你知道吗？你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朋友。那我真的很高兴能成为你在这个世上唯一的朋友。你愿意跟我做朋友？为什么不愿意？来，少爷，少爷，岳母，岳伯，我来晚了，来晚了。阿雷，你是？我叫林文贤。林童真是？我爸爸。对不起，我们的道不同。哎，你刚才不是还说我是你唯一的朋友吗？怎么了？算我刚才说错了。你放心，我欠你的情，迟早有一天会还给你。哎呦，黑九兄弟，什么风把你吹到我这个破庙里来的？好事儿啊！好事儿。这是顾爷的帖子哦，今晚请你吃饭。是吗？这顾爷请我吃饭，哎呀，真是厚待我了，感谢顾爷，我一定去，一定去。那好，我还有事儿，先告辞了。恕不远送。不客气，走好。请林先生说话。林先生，今天晚上顾少棠让我去一下。那好啊，你就去啊。哎，不过你大概不会忘记你我之间的约定吧？林先生，您送给我那2坛美酒，我永远记在心啊！我一定效犬马之劳。
好，好，好。少爷，你回来了。哎，先生，少爷回来了。爸，贤儿，哎，快起来，起来！你总算回来了。像个大男人了。来，快请过去。哎。会长，好，顾爷已经准备了酒菜，等着你呢。不敢，不敢。来，先生，请用茶。少爷，谢谢。约了啊，没事，歇着去吧。好，先生。贤儿，你知道吗？刚才看你吃饭的样子，还真像你当年的母亲。贤儿回来了，她苦读了10年，已经长大成人了。你放心吧。妈，我回来看你了。贤儿，寒窗10年你学成归来，今后有什么打算呢？爸，这就是我的打算。您把我送到洋人的学堂里学了10年，这10年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很多西洋的新鲜玩意儿全涌进来了。我呢，就喜欢上了音乐。可是经过研习之后，我发现其实在中国我们的民乐也很精致，只不过没有人去发掘它罢了。所以这次回来，我打算好好收集和整理江南的民歌，把它推向国外去。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在东方，在中国，我们一样有那么好听的音乐。贤儿啊，你喜好音乐，这无所谓对错，只是爸爸不希望你玩物丧志。这怎么能叫玩物丧志呢？你是个男人呢，应该成就一番大事业。如今世道纷乱，国破民弱，你的音乐也好，艺术也罢，那是救不了这个国家的。哟，顾爷，顾爷，这其他的客人哪有什么其他客人？你还嫌不热呢？就我一个。对，今天就请你一个。哎呀，顾爷如此厚待我，胡某真是诚惶诚恐啊。胡团总最近还忙？哎，还好，还好。听说经常跟人出去吃个饭什么的？没有，没有吗？没有。确定没有？没有。有没有人请你在小金楼吃饭呢？听说在餐桌上你还收了2坛好酒，有这事儿吗？这顾爷，您全知道了。我早就告诉你，这屁大点的镇子上没有能瞒住我的事儿。顾爷，您听我解释一下。不用解释，君子好财，取之有道，这没什么。你不该坐在林同真的板凳上来对付我。我告诉你，
我跟他赌的那天起，注定他就是输的。姑爷，我什么我？胡探总，你们家的胡毅跟我们家的佳慧定的是娃娃亲的。对，我们应该是亲上加亲。那你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你帮着这个姓林的是什么意思？啊？说呀。不好说吧？我不记得了。我可以